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铁，昨暝佫出状况咯。这台是自强号的火车，昨暝6点外就北，经过中立火车头的时阵，第三节车厢的下骹来导火，冲出着大量的浓烟，台铁紧急疏散所有的旅客。啊，中立火车头嘛一度安尼浓烟散雾，消防人员伫15分钟内把火拍花，啊，这嘛是好哩加载，无造成任何的伤亡。 自强号列车驶过，恐怖的是车骹伫导火。这个车骹导火出现的自强号驶到中立车头，就咧停落来，规月台拢浓烟散雾，大家真紧张。没有办法完全火势熄灭，就先让旅客都下车，让旅客先离开，然后引导旅客离开后，然后再请消防队过来。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15分钟内就将火拍花。追查发现讲，这个自强号车龄已经超过30吨，正熬故障，台铁已经列入优先汰换的名单。这摆敢若是因为单皮放无力的机械故障，造成中立甲七堵间的车停驶延误10个班次，总共有5000几位人客受到影响，加在无人受伤，已经一场。